继续来看金门出现一个梦幻的这个所在，因为海草丛生，和古林头、香梨湿地已经爬远的鱼池啊，意外变做粉红色的水池，民众是大家烧酒来翕相看美景。湖水拢变粉红色的，真梦幻，又有一种世界毁灭进前的科幻感。亲像澳洲墨尔本公园内底粉红湖，即马伫金门嘛看会到。对空中看落去，一窟一窟的水池啊，亲像雕塑盘同款。就网络看到，觉得很稀奇，很漂亮，粉色的，很有少女心。一个一个拢无同款色，有的翠绿，有的粉红，尤其是粉红色，最近真红，足侪人去遐翕相。抱囡仔的大人看到这款的影像，家己嘛变囡仔，生甲真欢喜。嘛有囡仔特别穿粉红色的衫来翕相，但是嘛有人烦恼讲，这是不是受到污染？水底下的色才变安尼。温度适合跟阳光线够的话，如果说那个池子它的水分很高的话，它就作为光合菌出现。水质真肥，水草变足侪，才会互古林头、香梨湿地废弃的鱼池的水变色。去金门旅游，这嘛是一个新的景点。